好，裁判我哋有1分45秒嘅音樂，1分45。請選手一字排開等候賽果。見到你嘅號碼嘅，舉高你嘅手，然之後向前行2步。好啦，嗱，成績出咗嚟喎，大家睇得到？暫時未啊，出咗未？出咗喎，54。好，係54場嘅選手號碼57，舉上手。198、198、293、321、402、496、537、687、688、706、711、723、742、835同埋1528，有幾多位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5位嘅。唔緊要，好啦，叫唔到冧打嘅請離開啦，冇冧打嘅請離開。好，我哋揀6個，再出場，係啦。好，音樂，揾個靚位先，我哋離開啲揾個靚位。Thank you， 我哋又排翻1字位先，我哋後少少係啦，啱啱呢個位。家長都注意咯喎，嗱，我哋今次咧對小朋友要做一個訓練，小朋友而家望住熒光幕，如果彈到你個 number 出嚟咧，唔使叫司儀小姐叫你，自己舉高手行前2步，好唔好？叻啲可唔可以試一試？預備。
好，第55場係咪？好，自己出嚟舉高手，我哋應該有2、4、6、7個，係啦，有7個。好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其他嗰啲喺側邊等一等，我哋一陣間跳。唔好走，唔好走，幫我哋一齊，係啦，擺埋側邊。好，我哋先跳咗 A 組嘅決賽先。好啊，好，在場嘅小朋友，我哋揾個靚位，準備決賽。OK， 好，等緊成績嘅時候，大家企埋一邊先，唔好走。好，我哋 B 組。聽 number 過嚟咯噃，198。402、688、688、321，好對季軍啊，57，哇！真係有啲擁緊啊，拍手掌啦喎，俾啲支持好唔好啊 ？OK， 我哋嘅亞軍係293，相當唔錯嘅成績啊！自然我係冠軍。